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岳云老师，欢迎大家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。您有听到前奏了吗？今天要介绍的给大家的这首歌呢是《人生亲像搬电影》。这是汪水霞的歌曲。情愿对行，一个世间我要人。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，很棒。作词作曲是吴旭文先生啊，他是这个C大调的歌曲，然后是个华尔兹的歌曲，蹦恰恰蹦恰恰，速度呢是1分钟88拍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 C 大调，第一个音是 So。我给他降了一个 key， so， 来看一下节奏啊，88拍了哈，1 2 3 1 2 3 so la do re mi so so 2 3 so la do re mi so so 2 3 la do la so la so mi so 2 3 la do la so la so mi so 2 3。经过一山又一山，搬过一岭又一岭。同学问我这个翻过边的这种并轨哈，不是搬过哈，搬过一岭又一岭，经过一山又一山，搬过一岭又一岭。来，我们不是说搬山过岭，有没有啊？对了，搬了哈。就是翻过去哈，翻过一座山这样子哈。好，来接下来，啦哆啦啦，嗦啦嗦咪，瑞哆啦哆瑞瑞瑞，2 3，啦哆啦啦，嗦啦嗦咪，瑞哆啦哆瑞瑞瑞。一世人无怨叹，心甘情愿对行。一世人无怨叹，心甘情愿对行。嗦啦哆瑞瑞咪嗦嗦2 3，啦哆啦嗦啦嗦咪嗦2 3，嗦啦哆瑞瑞咪嗦嗦2 3。啦哆啦嗦啦嗦咪嗦。好，在这里又要停一下啦。同学问我老师，你看这个哆瑞瑞打拍子的时候，这个哆瑞瑞跟这个拉嗦咪有什么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。这个哆瑞瑞那个拉嗦咪，这个122那个653嘛，老师你拢讲笑话对了。同学告诉你，它都是前面半拍，后面2个1/4拍，对不对？哆瑞瑞哆瑞瑞哆瑞瑞啊，如果反过来呢？反过来就是它拉嗦咪拉嗦咪，就是它唱长一点，然后他们2个很快哆瑞瑞啊，这个呢拉嗦咪拉嗦唱完只有半拍，拉嗦咪拉嗦咪拉嗦咪，好，我们来把2个合起来唱哆瑞瑞拉嗦咪哆瑞瑞拉嗦咪，有没有？这2个要快，然后这个拉嗦要快，有没有？嗦啦哆瑞瑞，对不起，嗦跑掉了，嗦在哪里？嗦啦哆瑞瑞咪嗦嗦，啦哆啦嗦啦嗦咪嗦，嗦啦哆瑞瑞咪嗦嗦。啦哆啦嗦啦嗦咪嗦2 3，一个世间我要人，一个天地有偌大人，请要收尾音要不要唱着我要人我要人，还有人一个世间我要人，一个天地有偌大。来，接下去。啦哆啦啦嗦啦嗦咪，瑞哆啦哆瑞咪嗦咪，啦哆啦啦嗦啦嗦咪，瑞哆啦哆瑞咪嗦咪。阮已经来看破
一世人有我做福气，阮已经来看破，一世人有我做福气。来，这个阮又要跟大家讲一下啊，我听到有人唱错了，不是问，不是啦，不是问问题的问啊，是问。我上次说过，这个问先准备一个咕的嘴型，咕，然后你要发一个咕的这个音，然后后面读问，有没有？哎，好像要读一只水牛的一个咕，那个音问，再练习一次，问啊，过一摆，问，哎，有没有好一点啊？要多练习就会上啊，就会熟了哈，就不会再念错了。来，继续。阮已经来看破，一世人有我做福气。来。瑞哆哆啦嗦瑞哆2、3 1、2、3，哎，岳云老师这里少了3拍哈，这里要已经有注定2、3，后面还有1、2、3，来，瑞哆哆啦嗦瑞哆2、3 1、2、3。命运已经有注定，1、2、3，命运已经有注定，1、2、3。好，唱到这里呢，主歌就唱完了。来，我们把主歌连起来唱一遍。经过一山又一山，搬过一岭又一岭。同学，你又忘记了，这是搬过啦，搬山过岭，有没有？搬，再来一次。盘，哎，好像盘子的那个盘，有没有？盘子不是盘吗？盘，哎，如果你忘记，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个盘子盘，提醒一下自己哈。盘，一盘2盘，对不对？来，从头，1、2、3，经过一山又一山，搬过一岭又一岭，一世人无怨叹。心甘情愿对行，一个世间我要人，一个天地有我大，阮已经来看破，一世人有我做福气，命运已经有注定。1、2、3，哆来咪嗦啦嗦咪哆咪啦嗦2、3，哆来咪嗦啦嗦咪哆咪啦嗦2、3，哆来咪嗦啦嗦咪哆咪啦嗦2、3。听人讲人在做天，伫咧看，搁一摆，听人讲人在做天，伫咧看。同学跟我反映说，老师这个天就拍他的对，但是没办法，而且他音又高，天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唱起来，好像你在念英文的 T 一样。听人讲人在做天，就是T 要进鼻子 ，T 英文的 T 没有进鼻子。那如果你要好唱，就是不要进鼻子 ，T，看直接念 T 就好。那如果你行有余力，觉得我可以，那你就请你一定要有鼻音啊 ，T，看，但是核心要 hold 住啊，不然唱不下去的哈。来，从这里，听人讲人在做有天，伫咧看。啦哆啦啦嗦嗦啦嗦咪，瑞哆啦哆瑞咪瑞2、3，啦哆啦啦嗦嗦啦嗦咪，瑞哆啦哆瑞咪瑞2、3，咱着爱认真打拼，留予后代人探听。咱着爱认真打拼，留予后代人探听。搁一摆，咱着爱认真打拼，留予后代人探听。搁一摆来，往下面。
听人讲哆来咪嗦啦嗦咪哆哆来哆咪嗦，这个听人讲啊一样，嗦啦嗦咪也是一样啊。这个鸡是一家给几几几啊，这里没有哦，这里没有这个字，所以旋律都一样哈。听人讲，人心着哆哆来哆咪嗦，再一次。哆来咪嗦啦嗦咪哆哆来哆咪嗦，2、3，听人讲，人生着亲像在播电影。听人讲，人生着亲像在播电影。好，来。有时欢喜，嗦啦西哆，嗦嗦啦啦嗦咪，嗦啦西哆，嗦嗦啦啦嗦咪。有时欢喜，有时心通疼，心是闭口音。有时欢喜，有时心通疼，有时欢喜，有时心通疼。瑞哆啦哆瑞，瑞咪嗦嗦咪，瑞哆啦哆瑞，瑞咪嗦嗦咪，瑞哆啦哆瑞咪嗦嗦咪。咱着家己穿，互伊水水，咱着家己穿，互伊水水。瑞哆哆哆啦嗦啦哆，2、3。瑞哆哆哆啦嗦啦哆，2、3，手牵着手来认真伴，手牵着手来认真伴，咱着家己穿，互伊水水，手牵着手来认真伴。来，我们从这里听人讲啦，对不起。听人讲，人生着亲像在播电影，有时欢喜，有时心通疼，咱着家己穿，互伊水水，手牵着手来认真伴。1、2、3，好，这首歌呢，从头唱到尾就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间奏之后呢，又从头开始唱啊，手牵着手来认真伴唱到这里之后呢，又从这里。听人讲，人在做有天伫咧看，咱着爱认真打拼，留互后代人探听。听人讲，人生着亲像在播电影，有时欢喜，有时心通疼。咱着家己穿，互伊水水，手牵着手来认真伴。这样子2遍半，这首歌就唱完了哈。那这首歌呢，请大家要注意的就是长音的地方哈，请务必要记得要收尾音啊。长音的地方一定要收尾音。其实应该说每个字都要收尾音呐哈。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做不到。那与其呢每个字都做不好呢，还不如先注意长音一定要。经过一山又一山，有对不对？搬过一岭又一岭，也要一世人阮无怨叹。这虽然是短音因为它这里要换气了我也是有注意一世人阮无怨叹，心甘情愿对行。要来，一个世间我要人，一个天地有我大。要阮已经来看破，一世人有我做福气。命运已经有注定。1、2、3，看到这里又要提醒大家，这里乐韵大谱的时候呢，漏掉了这个哆2、3，有哆2、3 1、2、3 2、2、3，还有一个小节没有打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《人生亲像播电影》这首励志的歌曲，您还喜欢吗？欢迎到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来给我们订阅、按赞，并用力的分享给好朋友。
今天这首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，来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